其实友情哦，佫有一个客户啊，林美春啊，对。啊？你佫伫替伊卖厝？对啊。哦，大家看到伊哦，走干那买，拢讲伊是歹命投地，天年老妖精。隔壁表看我卖，人已经卖出去啊！恁到底有认真咧甲我卖厝啊无？咱倒位啦！你要问我的名，车手袂当较好的呢？哦，你错赛啊！这位女士哦，后边两顿拢直接开的哦。对下晡日你无一层了，领导头前店。我有看过，咖啡主管直接啉了。若要派，伊佫会甲阿公的剧场头做。你做嘛敢要派输你？我甲恁讲，像林丽春这种哦，伊就是有病，食饱伤闲，无代志找代志做，无聊。6月23，公视第一台，我意外触卡。